一個救過張國榮嘅黃百鳴，竟然救不回自己，他一手套現市定8億，晚年戶口多到幾世吃不完，但偏偏為了區區100萬內幕交易，親手將自己送入東區法院。一個80歲嘅老人家已經功成名就，為何會走到這一步？是貪念還是命數？是法律無情還是因果無赦？大師今日要與你哋拆解呢個玄學上最慘烈嘅案例——晚年破局。師傅在此度要跟你們說一句很嚴肅嘅話：九運亂世，天機即是命。如果你自聰明，覺得衰運不會輪到你，你就會成為下一個黃百鳴。今日你不訂閱師傅嘅頻道，就如同盲眼行路，自短生機。師傅每日跟你說嘅每一句天機，都係你避開因果清算嘅護身符。錯過師傅嘅一句提醒，可能就是你一生名譽崩盤嘅開始。未訂閱大師講玄學嘅朋友，快按鐘仔。今日這條片係保命、保財、保名節的終結課堂，呢個訂閱就係你的玄學保險。不訂閱嘅人，在因果報應加速嘅年代，將會求救無門。我們看回2026年5月22日東區法院，很多人以為法庭只係講法律，但在師傅眼裏，那裏係一個金氣極重嘅城牆。法庭建築多用大理石金屬，冷氣森嚴，這種環境會將一個運勢低落嘅人身上最後一陣火氣、明星與熱度完全淋熄。當日判官宣讀判詞那40分鐘，如果你懂得看氣場，你會發現黃百鳴身後嘅功德屏風正在一塊塊崩塌。玄學上，當一個人行到地庫位75啊85歲，最忌就係見到官符星入命。官符星是一種官司重申、名譽受損嘅凶星，但被他鎖定，就算你過往有多少豐功偉績，都會在短短幾刻鐘之內化為烏有。當判官說出荒放牽強這一詞，其實是在誣奪他的天爵。一個人沒有了天爵，名聲就變成了豪氣。以前多少人崇拜你，現在就有多少人氣夠你這種反噬嘅能量是足以致命嘅。大家看遍黃百鳴當日面色不是普通嘅皂白，是一種大清的酷狗。商學上這種色叫塵埃色，代表一個人嘅護身氣場已經完全消失。他額頭本來寬廣飽滿，代表年輕時貴人扶持，但當日額頭暗淡無光，象徵名譽受損。他眼神本來道理有神，但當日眼神支散游離不定，代表心神已亂，運勢已衰。特別是他哋人中位變宅，人中代表晚年嘅福澤與壽元，變宅就是福澤見底嘅徵兆。一個身家1萬嘅富豪，為何會為你100萬去搏？師傅要跟你們講一個玄學上嘅反轉，他死在搏錢，他死在搏運。如果黃百鳴當年有聽師傅講，他就不會走進你個死兒童。當一個人踏入晚年，強烈感受到氣運正在流失嘅時候，身體會產生一種病態嘅衝動，想透過一場細的勝利嚟沖起，來證明自己或是當年嗰個掂石成金的黃百鳴。這種以小博大，結果輸了整副身家名譽嘅悲劇感，正是呢個案例最令人希忌嘅地方。天地探狼星在流年裏面化忌你探狼本是桃花與慾望之星，化忌之後就會變成不割手段嘅掠奪心態。100萬對他來說是碎銀，但對於探狼化忌嘅人嚟講，100萬就是他證明自己患有掌控力嘅心魔藥引。他有的不是錢，他有的是贏的感覺，是緊命運說我還未死的一口氣。法庭不是講戲劇張力嘅地方，而是講因果證據嘅修羅場。這時入分鐘必是宣讀判詞，而是一個人一生氣運嘅總清算。他犯的是內幕交易，在因果裏面叫暗室交心，用公眾不知道嘅資訊掠奪不義之財。罪損陰德雖則只是100萬，但這100萬背後嘅氹字就是壓死鑑命嘅最後一根草，亦是引爆五黃大煞嘅導火線。五黃大煞是玄學上最豪嘅煞氣，主宰學官非破財，一旦引發，就算你有金山銀山都擋唔住。很多徒弟問我，80歲身家幾億，為何還要為100萬冒險，還要拉親妹妹下水？這就是晚年運最難過嘅關。心魔與歲運人到75歲後，行嘅是口部或地庫運，若受流年衝擊，人會變得偏激固執，甚至出現最後撈一筆嘅錯覺。呢個時候，人嘅感氣和心氣都會衰退，判斷力大不如前，容易將錯誤直覺當成天啟。當運程轉弱，心魔就說：我做你咁多年生意，幾億都是咁樣賺者，100萬碎銀，神不知鬼不覺。這仲不是缺錢，而是勝負心蓋過收閪心，想證明自己係是點石成金的黃百鳴，卻不知傲慢正是因果清算嘅開始。所謂晚年破局，就好似起了50層摩天大廈，天台用劣質水泥，結果整棟塌下來。
最慘是你已無時間重建80歲入獄，不止肉體折磨，更是靈魂凌遲。每日對着四面牆回想昔日掌聲，那種反差就是最高級別嘅報應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而空葵嘅工具不是對手，而是你自己寫嘅 WhatsApp。師傅每日幫你退吉避凶。如果你連訂閱都不肯，你連自己身邊那些是陷阱都不知道。未訂閱嘅朋友快點訂閱。大師講玄學，按小林當，師傅教你守財守德守平安。要講他為何會跌，先要講他如何起。1946年丙戌年，丙屬火，戌屬土，火土相生。他出生在上環唐樓，是最底層嘅環境。但大家記住，戌是火庫，這種命格嘅人不怕圍，最怕閒。他由樣行文員做到經理，靠的是一種知犬式嘅直覺。這種直覺其實是他命理裏面嘅偏財運，極旺偏財不只指錢財，還代表機會人脈可突發的靈感。他這種格有拗，後生受苦才懂得機會，入影視圈，帶着破舊立新嘅氣魄，正是80年代香港最需要嘅能量。他年輕時嘅大運行得漂亮，20多歲行木運木生火，令他名氣漸起；40歲行金運，金為財，令他財源廣進。但是任何大運都有完結一日，問題在於當事人懂不懂得急流勇退。講到隴風必提新藝城的奮鬥坊，80年代麥當勞道那間奮鬥坊，其實係一個玄學上嘅財氣磁場。當年新藝城七怪麥嘉石天王伯明、徐克施南生、曾志偉、泰迪羅賓從五行看，他們是金木水火土全齊。黃伯明在裏面是土，土能生金，他負責將大家嘅創意變成真金白銀。七粒星匯成玄學七星陣，鐵夜努力激盪，匯聚全港財氣運氣。那時候他們在奮鬥坊通宵達旦，燈火通明，為的是創造夢想。當年黃伯明身上散發的是一種開創者的光芒，雙眼有神，語調激昂，每一個決定都帶着改變時代嘅氣魄。最佳拍檔，打破票房，因為攞份合眾之氣，正契合經濟起飛嘅氣場。當時他們門口寫着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在玄學上這是一句雙刃劍，你推前浪嘅時候，你自己就成為了下一波要被推走嘅前浪。他晚年嘅執着其實就是不甘心被後浪推走，所以才會在股票市場尋找快感。若過分求新而忘舊，晚年已因追趕時代而行錯路。不過當年他種下喜悅的因，帶給全港笑聲，是大福報。奮鬥坊嘅風水格局也有講究。夏梅工作室嘅窗向東北，東北是近為主，少男主創新，正適合創意行業。加上他係經常通宵達旦，燈火通明，燈光屬火，火旺則土旺。黃伯明作為土格，自然如魚得水。師傅一定要講《霸王別姬》這段最動人嘅故事，亦是最體現黃伯明當年胸襟嘅陰德。當年徐帆女士想拍，心目中程蝶衣只有哥哥，但哥哥有約在黃伯明手中。黃伯明看完劇本，感受到藝術照冚，主動讓出檔期沒有開任何苛刻條件，只為成全一部偉大作品。在玄學上，哥哥張國榮嘅氣場是屬於文曲化科，是天生要留名青史的黃伯明當時的放手，是成全了一個時代嘅藝術無風。這個成人之美是最高層次嘅布施。這份功德記在天書，護佑他之後30年嘅大災大難。當年他可以讓出一個巨星嘅旗，這種氣度令全行敬佩。他的名字就係信譽嘅保證。但是師傅繞在指路，拋出一個爭議性嘅問題：一個舊過影壇，做過無數善事，成全過張國榮嘅80歲老人，應該因為100萬嘅錯而被判減？到底是法律無情，還是因果冇赦？你哋自己想一下，如果他年輕時嘅功德可以換一次赦免，咁對其他普通罪犯又公不公平？如果法律因為他過往嘅貢獻而網開一面，法律嘅尊嚴還在不在這條問題？師傅不會企答案，你俾留言區自己辯論。我只想講，功德與罪業從嚟都係兩本賬簿，天公地道各自清算。為何他晚年擋不住這一劫？因為功德是會耗盡嘅。你成全咗程蝶衣，但你晚年竟然去算計那100萬嘅股票細數，這種行為是用西瓜換芝麻，將以前種下嘅大陰德，在一場內幕交易裏面全部耗散，心變小啦。運就借了黃伯明為何拍下碎片，因為他命格需要喜氣，家有喜事，開心鬼，這支戲其實就報喜慶陣。他透過電影將全香港幾百萬人嘅笑聲能量匯聚在自己身上，所以他後生時如魚得水，因為全香港人嘅快樂都係他哋護法神。家有喜事，最後全家吃團圓飯，本質是祈福。合問系列
將中國人骨氣與儒雅極行，傳播正面能量都係福報。他慧眼識英雄，用黃百鳴、高志森、甄子丹這種識人之明，需要心清氣正是天啟。你咪最喜歡哪部？留言告訴我，我告訴你，你行有乜運？但福報會用完，好像銀行存款。黃百鳴嘅成功令他習慣掌控感，過度彭形成慢心，護法神離去，新藝城解散後，他哋靈氣漸淡，換成商業精明。當初心由為藝術為快樂，變為報表為套現，因果軌跡開始偏差，名利無罪。但若大過初心，果就會變酸。我未深入拆解2017年丁屬火，酉屬金。黃百鳴命格是火土旺，遇到酉金，本嚟是食神生財。但問題是當時他急着套現4.86億，這種事急我攻金。當一個人太急於將自己一生嘅成就變現，他嘅心態就已經失衡。100萬嘅內幕交易發生在2017年，正是他氣運由盛轉衰嘅轉折點。當年電影市場萎縮，合拍片紅利消退，公司年年優選，表面風光內裏虛耗，運退則心亂。好運時守住底線，運退時五黃大殺入侵，有你4.86億幾世吃不悶，偏偏為100萬動懷念，100萬對4.8億只是2/1000。這種執草棄金正是老運崩潰嘅先兆，眼光指向到蘆頭小利，行不到頭頂因果之劍。更深入講，2017年嘅流年飛星五黃煞飛到正南，而黃百鳴嘅公司總部正在正南位，這風水學上嘅煞星臨門，加上他個人命格火旺，遇金相克，內外交戰，所以他那一年嘅決策全部帶有短視與冒險嘅色彩。黃百鳴以為用 WhatsApp 找妹妹操作是最安全嘅，但他記得現代嘅因果已經不再是寫在冥界賬簿，而是儲存在雲端。現代嘅業障是避無可避，如果你不訂閱師傅，你連自己身邊哪些是陷阱都不知道。師傅要跟你們介紹一個現代玄學學嘅新概念——數碼獵鏡台。係乜叫數碼獵鏡台？就係你每一部手機、每一部電腦裏面嘅電子記錄，就係你哋因果佔本。你傳出去嘅每一條 WhatsApp 信息、每一封電郵、每一筆轉紙記錄，全部都係你親手燒急地府嘅呈堂證供。你以為刪了對話就冇事？在玄學氣場裏面打過的字就是發過的願，收不回來。那些電子信號穿梭在虛空之中，從來都冇夠消失過。法庭上面最致命嘅證據就是那幾條 WhatsApp 信息和4張支票。黃百鳴以為先除呢就神不知鬼不覺，但其實他親手寫下嘅每一個字都已經成為了他罪孽的鐵證。為何找妹妹代勞是大忌？此度涉及一個更深嘅玄學概念：家族共業與斷後選祖任。一個大哥本來應該是家族嘅遮蔭大樹，是保護族人嘅屏障，但黃百鳴竟然將親妹妹變成自己罪孽的擋箭牌，這種行為等於親手焚毀祖先留下嚟嘅靈氣。親人是同根生，你利用至親嘅名義去獲利，就係將家族嘅地靈抽乾。祖先嘅靈氣會有少護後人，但當後人利用血緣關係做不法之事，祖先嘅靈氣就會被污染，甚至斷絕庇佑妹妹。本嚟是他的貴人，幫手打理後方，他將某拉下水，不止害了妹妹，還害了整個家族嘅陰德。法庭上兩兄妹同做被告，那種氣場嘅哀涼是連祖先都會流淚。黃百鳴想保住一家人，結果害死一家人，就是氹念引發的蝴蝶效應。黃百鳴在法庭上說 WhatsApp 信息是講反話，是反人。師傅跟你講，這最大嘅玄學錯誤。語言是有力量嘅，古人叫周力。你口念一下，買心裏面想着這種心口不一，會令你哋元神受損。以為聰明可分法官，其實侮辱自己一生信譽。當判官判定他是方卦嘅時候，其實天意透過判官嘅口否定了他這個人嘅誠信格。判官說方卦牽強，完全不合情理。玄學叫自欺欺人，靈台蒙蔽。由洞察觀眾嘅才子變為被恐餓患難控制嘅老人，氣場墮落比入獄更痛。誠信一破，晚年運必崩。師傅想請教大家，擁有2.8億卻為把萬冒險，這種博運心態你哋咁樣看？留言分析。最後法庭收到2日一封品格證人信，有高官巨星慈善負責人贊拖樂善好施。若平時這2日一封信是萬家燈火嘅福報，但為何救唔到？因為因果法則是現世現報，因果事物可以對沖嘅。救過100人，補地表可以殺1個人；拍過100部好戲，補地表可以做內幕交易。你以前救過100個人，上天勾了你50載榮華富貴，你今日犯了內幕交易，上天就收回你嘅自由。
指兩樣是沒得對沖嘅判官宣判那一刻，黃百鳴面色鐵青，50載神話幻滅這一刻，當年在奮鬥坊通宵創造夢想嘅光芒萬丈。對比今日坐在被告席上面，識枯槁聽着判詞嘅風燭殘年，正是命運最殘酷之嘅前後呼應，由創造夢想到幻夢碎裂，由讓出巨星檔期嘅大戲到計較100萬利潤嘅小戲，之種人格嘅極端縮小，係次運勢衰敗最無奈嘅寫照。師傅想跟所有老闆奮鬥者講：人可以老，但名節不可以污。晚年運最忌動，功成名就就要學會放下。師傅想送給各位老闆一句話：晚年運守勝於公。當你已經擁有2.8億，你應該要收嘅是放下。如果你還想多行一步，多賺那100萬，這一步往往就是你的斷頭台。黃百鳴本可帶2.8億離場，環遊世界培訓新人做慈善，偏偏多行一步就是斷頭台。他的案例提醒我們，一個人嘅晚年最重要嘅不是財富數字，而是內心嘅平靜與清白。如果內心充滿算計與恐愛，就算住在皇宮都係監獄。大家覺得80歲嘅老人家這場審判實施人生最重清算。如果可以重新選擇2017年應怎樣做才避得開，留言交流。今日你看到這條片是緣分，如果你不訂閱，你可能就此斷了這份護身嘅法緣。今日講這個案黃百鳴嘅案例，係一個活生生嘅玄學教科書，不是落井下石，而是借前人之鑑補後人之身。名利場中善終難求，福報要守，不是揮霍你今日幾風光，守不住初心，上天隨時收回它。提醒我們，福報是要嚟守嘅，必是要來揮霍嘅。轉發這條片給身邊迷失嘅老闆朋友，是幫他當災，是幫你自己積陰德。訂閱並追蹤師傅是你每天接觸正能量磁場嘅唯一方法。如果你不訂閱你嘅磁場，就會慢慢被世俗嘅氹念負啊，最終走向晚年破局。即刻訂閱，按開小鈴鐺，救你自己一命，亦是幫你家人積德。如果覺得師傅講得對，急 like 轉發給做生意或事業高峰嘅朋友。未訂閱的快點訂閱，按小任達師傅繼續幫你看透因果，提吉避凶。祝大家福星高照，晚年安穩，身心康泰。下期再見。